I 點解企業同埋服務供應商會接受 DOT Money 呢？只有唔願意幫助解決全球經濟繁榮所帶嚟嘅社會問題嘅企業同埋服務供應商，同埋喺嗰度工作嘅個人，先至會反對接受 DOT Money 付款。為咗減少願意接受 DOT Money 作為支付方式嘅組織嘅風險，GCR 敲定建立一個支付系統同埋網關接入，讓接受 DOT Money 支付嘅供應商，所有或者部分支付嘅款項瞬間轉換成本國貨幣作為交易條件嚟完成銷售交易。而 GCR 將始終鼓勵企業以 DOT Money 進行交易，並盡可能保留 DOT Money 嘅付款。GCR 了解到目前嘅經濟狀況同埋風險要求嗰個做法，為咗俾一啲供應商接受 DOT Money 作為支付嘅方法， GCR 必須允許付款以接受款項嘅廠商嘅本地貨幣即時進行。為咗激勵世界各地嘅廠商接受使用 DOT Money 支付，保留佢嘅 DOT Money 嘅款項，並以 DOT Money 支付自己嘅費用，呢一個正正係 GCR 嘅意圖，最終付出同埋同 DOT Money 進行某些交易嘅銷售稅。呢啲銷售稅將喺任何 DOT Money 或者稅務機關自行決定嘅本地貨幣支付各個國家直接支付俾嗰啲政府主管嘅部門。廠商同企業進一步誘因接受使用同交易 DOT Money， 因為咁樣做並且支持 DOT Money 嘅目標，佢哋並唔可避免地降低自己做成本嘅做生意嘅成本。呢個係特別真實嘅，唔只係因為 GCR 嘅目標繳納以 DOT Money 交易嘅銷售稅，亦都因為所有愛好和平嘅人提供每月最低保障。任何支持 GCR 嘅目標企業主，最終會降低同埋獲取同留住高質素嘅人力資源相關嘅自身成本。如果員工已經由 GCR 俾一筆錢，然後佢哋可以樂意從事較低甚至最低工資嘅工作，因為佢哋會透過從事一個作業去添加佢哋現有嘅收入。此外，因為每一個人將唔再需要承擔必要嘅工作，但係佢哋有自己嘅自由意志，佢哋將更有可能提供更高嘅服務質素，同時開展自己嘅工作，因為佢哋唔會咁擔心錢係入不敷支。人們將可以自由選擇點樣嘅工作，佢哋真正想要嘅唔係被逼工作，佢哋唔中意嘅只係工作為咗生存。